咧，文尼啊嗱，過兩日咧就2026年啦，大家2025年咧有冇斬獲咧？但如果冇嘅唔緊要嘅，最緊要咧2026年換一個新方法，等自己咧長買長有就唔需要話日日贏嘅，亦都冇可能嘅。最重要係揾到一個好方法咧，我覺得係最有用嘅。嗱，今日咧呢條片啦，我有兩場馬推介之餘咧，亦都講下啦，聖誕節咧發生緊啲咩事嘅。嗱，首先啦，舊有會員好，新朋友好，記住加我哋嘅新 WhatsApp 號碼。嚟緊新一年，我哋將會推行我哋嘅新方法，就係咧喺社群有咧現役啦最少兩位係現役嘅馬房朋友啦喺度咧，有職場提供之外咧，亦都有一個咧，有個直情俾埋飛去大家跟嘅，參加咗計劃嘅朋友會收到嘅。咁啊，免費嘅朋友亦都會有一啲文字上嘅資訊，或者咧係職場嘅語音咧，都可能會俾到大家嘅。所以大家記住加我哋新呢個 WhatsApp 號碼啦。嗱，前排咧就平安夜啦，聖誕節大家去咗邊度玩咧？咁咧我哋咧就喺咧香港啦，咁都同啲朋友開下 party 啊，咁啊食下飯咁啦。我最記得咧就係聖誕當晚，咁啊有位馬主朋友嚟嘅，都識咗大概，我又唔係識佢好耐，但係就keep 住有聯絡嘅，咁啊10幾年，因為我識佢老婆先嘅，然後咧佢老公跟住都識埋，咁就因為佢自己都係做珠寶生意，因為大家知道阿 Tracy 做珠寶生意啦，咁我自己亦都同 Tracy 熟嘅，所以咧都有聯繫。咁咧嗰晚咧開 party 之際喺佢屋企嘅，咁啊佢屋企啊住嗰個加州花園嗰邊。咁咧佢就開完 party 之際咧，亦都講咗啲消息出嚟。咁啊，其實大家都不嬲噶，咁都有做開公司嘅朋友知啦。好多公司其實做唔掂嘅，都唔係咩新鮮事。但係咧，佢就話咧，其實都可能咧有考慮過破產嘅。但係咧就破產咧就會有好多嘢都會冇咗，即係除咗金錢上啦。咁啊，尤其是佢話馬會嘅會籍啦嚇。咁啊，佢話咧，如果冇咗，其實就好浪費嘅，因為佢話大家唔知身邊有馬主朋友一定知，好多馬會嘅措施咧、設施啊都可以用噶嘛嚇。咁其實都好有用，因為咧其實喺香港養馬咧都係一個叫做幾尊貴嘅地位。以前咧好多外來客人嚟香港做生意。其實咧好多馬主咧都係因為有個會籍啊，可以佢喺馬會入面啊，或者佢自己出馬，無論贏唔贏都好，可以邀請啲馬即係啲商友啊入去咧。其實生意達成嘅機會都高。咁佢又講，因為佢本身有2匹馬嘅都睇下先，應該點講咧？一匹佢名義，一匹咧就唔淨止佢名義嘅，係啦。咁咧佢都有提過嘅，咁啊不如大家即係佢係考慮過破產，但係其實未必要破嘅。咁大家知道有啲人破產可能都係富豪級嘅破產啦破咗舒服啲啦，但係就浪費咗個會籍啦。咁佢問在座，因為在座開 party 都係自己朋友同埋相熟好耐啦咁佢話有2匹馬，咁啊即係未必話就咁再養嘅。咁大家有冇興趣夾份咁樣去啊咁其實咧佢即係席間咧都有講過，其實近排好多馬主大家如果有冇發覺咧？近排咧贏馬啦，即係除咗當然唔係嗰啲大戶，即係唔係咩美麗係蕭家嗰啲啦有啲馬主咧係好大班朋友嘅就算唔係拉頭馬，都好大班朋友咧去打氣嗱，大家不妨咧去留意下，尤其是沙田添咁因為點解咧？其實都好多馬主咧，可能經濟出現問題啦咁養馬其實都唔係叫平得去邊㗎，因為你要知道啦，一個人有錢嘅養馬費係普通事啦，但當一個人窮嘅缺錢嘅，喂10幾20萬都好金嘅一個月所以咧其實都好多朋友咧都夾錢養馬嘅咁我哋講得搞笑啲叫台底馬，其實就唔係好多呢啲㗎啦又唔係話將個名改俾你嘅，只不過你有份夾嘅，咁當隻馬有份出嘅，名義上都有份入去啊，拉頭馬都會叫埋你入去，其實都係一個台底馬主啦。當然啦，今次我都可能有份去即係參與啦，咁其實係好事嚟嘅，因為第一我自己中意馬，第二又幫到個朋友咁多個有
當中有十幾戶嘅嗰度都可能幫到佢手嘅，咁有多10幾個朋友拉頭馬，咁其實又唔係貴啊，如果除開所以都幾特別啦。我覺得而家生意做唔到賺錢，其實都好閒嘅事。有邊個係咪大商家會唔賺錢啊？做得生意賺錢，其實喺呢個時勢係只不過係你有窮嘅爭定係富貴嘅爭咧。但係咧，我覺得今次都比較特別咯，因為呢個朋友都睇得幾開下嘅。咁即係公司做未必話做得成啦，又或者係可能長期缺錢嘅，都肯透露出嚟咧。其實我都覺得咧係一個叫做即係抒發感受嘅機會啦，同埋咧即係肯同啲朋友講，其實都唔係話咁多馬主朋友咁豁達嘅咁喺度好希望祝願我呢位朋友可以順利過渡啦唔使話去到破產嘅位置啦。咁亦都好多謝佢有邀請我哋成為咧佢兩隻馬嘅一份子啊！咁今日咧我有2場馬推介嘅，第一場咧就係脫3個嚟嘅，係第二場4班12米。呢場馬咧其實都有幾多叫做側身馬下嘅。咁另外啦，咁大家睇落去有啲幾出名嘅新馬都雙子美麗啊，美麗係啦，標之無限啦，咁標係啦。咁呢場馬咧其實都留意喎，今次架跑 B+2跑道。B+2跑道咧，通常咧就唔係好理一啲大後上馬，但係當然啦，近年來咧又一定要睇下臨場。咁我咧就揾咗3隻馬可以話咧連贏位置 Q。咁第一匹咧就係要選咧3號嘅聖多多。呢隻聖多多咧，其實咧今季咧快局咧2場夜馬咧都突破咗自己嘅能力嘅。咁呢匹馬咧，聖多多咧，其實喺沙田咧之前個成績都叫幾好，尤其是咧佢咧輸俾嗰啲對手咧都唔簡單，例如有康樂高球啊呢啲馬，亦都有輸過俾燈膽將軍。咁佢喺沙田亦都試過造就一個快嘅時間啦。咁以我估計咧，佢都跑到1分09秒2左右嘅今場。即係如果個地下係正常嘅話，咁上一次咧喺谷草12米咧個飛數就唔係話算好硬淨，但係咧就臨尾咧就因為無法望空，咁即係未能全力思維啦。咁今次翻沙田大場咧，我覺得對佢嚟講咧應該都有啲幫助。隻馬咧應該仲可以搏多1至2場左右，因為佢喺咧呢個咧10月中已經開始搏。去到而家咧就1月1號啦，其實都差唔多嗰個大勇士期過㗎啦，搏埋呢1-2次咧應該都要有一有。第一隻要選3號聖多多，第二隻啦初出新馬4號雙子美麗，話呢個美麗係個名咧應該呢隻都算幾好聽，因為就大多數就係美麗媽美麗物㗎嘛，就美麗喺後面就少啲。其實咧呢隻雙子美麗咧就喺外地咧亦都試過課習嘅，咁仲要咧放得好快下㗎喎，咁呢隻雙子美麗咧母系方面都係跑1400米以內嘅咋，所以係算係一隻咧正宗短途馬。媽咪方面咧都係普遍即係唔係話即係唔會太持續嘅，好早喺嗰啲3-4歲已經交代到嘅，所以呢隻雙子美麗咧都算係一啲叫做中早熟短途馬。咁佢試習咧就試咗5課，頭2個集咧就普通嘅。咁跟住尾嗰2集咧試到佢有啲追勢。馬嚟講咧就唔係話點樣實捉實㗎啦，但係以咧告東尼嘅操練啊，加上咧潘頓騎落去咧，呢隻馬咧其實有冇質素一定睇第一次嘅。呢啲新馬咧按道理佢第一次一定係搏嘅，因為點解好簡單，你第一次試嘅。係嘛？咁你其實佢試到啲咩嘢咧？不如搏下佢係嘛？唔得嘅先再試嚇。通常啲有用啲即係有機會扶搖直上。美麗係嘅馬佢一定搏扶搖直上噶嘛嚇，唔係同你搏賠率噶嘛，唔得先沉底去作賠率嘅啫。所以呢隻雙子美麗啦，第一鋪咧係搏得過。咁2隻啦，咁講咁多一隻就係我要隻13號海南寶。呢隻海南寶咧就近3仗都跑得好差嘅，真係幾差下嘅。但係今次咧特別啦，換上幾人安咯噃。咁操練咧就正常，因為都試上咗嚟。佢12月7號咧輸俾香港仔嗰場咧就遇上快步速，個檔位排個8檔唔係咁好嘅。今次嚟講咧同場咧又唔係好見嗰啲特別
飛快嗰啲馬喎，所以呢隻海南寶咧換得幾人安啦。加上我覺得佢除咗個眼罩反而會好啲，戴咗罩咧佢好似隻馬會比較急啲。除咗罩咧，應該對隻馬咧即係冇咁搶口咧，係有啲幫助。我估佢今場咧佢可以單騎領放喺前面舒舒服服啦。睇下佢放得去邊啦。咁第二場啦，推介呢3匹馬。好啦，另一匹咧推介一隻馬膽俾大家，就係第4場4班1200米。嗱呢場咧又係啦，4班嘅第一組啊，呢個係1200米第一組。咁我推介咧上一次咧大熱倒做嚇，咁啊今次咧換人搏殺嘅就係6號呢隻咧醒目高球。嗱呢隻醒目高球咧上一次咧跑1000米直路潘明輝咧哇熱到2.7倍，嗰場馬咧就包裝名將贏咗嘅。嗱呢隻醒目高球咧其實咧。上一次咧操練準備咧已經係非常之好嘅，咁咧佢出咧上一仗咧之前咧就試過4課大閘，最厲害係4課大閘咧嚇都係咧夜馬嘅，咁咧佢就再出啦12月19號啦，換咗班德利士入都係贏閘。呢匹馬咧上一次咧就輸啦，其實就冇乜啲特別嘅。即係你話佢無端端輸估唔到啊，反應，因為佢翻嚟咧都講反應平平，咁但係會唔會話唔識跑直路咧？嗱有咁嘅可能。嗱問題就係咧呢匹醒目高球咧，佢試閘咧當然啦，佢試過直路啦，你呢啲係推斷嚟啫嘛，係嘛？佢1000米揾唔到原因，大熱倒做，所以咧跑轉彎途程咧，其實呢個方法先係可以同馬主交代。咁啊換人啦，當然就。咁呢匹醒目高球又有啲速度，嗱我睇咧呢場馬咧速度特別快嘅咧，按道理就得嗰隻10號零利標區啫，但係零利標區咧都唔係話搶閘特別快嗰啲馬嚟，佢都係守喺2-3位度跑，所以咧醒目高球咧今仗我估計佢都估到個形勢啊，冇理由估唔到啊，係咪啊？咁上次呢啲真飛嚟噶嘛，2.7倍初出潘明輝跑喎嚇，咁復課操練。亦都好完美啦！呢次試完閘，仲要揾馬跑試啦，仲要揾2隻添。咁今次雖然係排我首檔差啲，但係咧同場咧都係嗰啲新馬嚟嘅，有個半數都即係嗰啲出唔夠1場2場嗰啲馬，唔係咧就係嗰啲胡椒軍曹跑好快要谷啊，同有運成日輸嗰啲馬。所以呢隻醒目高球咧，我覺得咧作為呢個Q 膽啦，係嘛嚇，補翻單場嘅3彩啦嚇，醒目高球呢次咧應該可以見到真章。好啦，第2隻就推介呢匹馬，咁希望幫到大家手。